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10月17，犹大书1章21节安尼讲：就踮伫上帝的疼，保守家己，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通得到永远活命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用目睭看顾敬畏你的人，眷顾仰望你慈爱的人。主啊，阮的心要倚靠你来欢喜，因为阮平素倚靠你的性命。主啊，愿你的慈爱施落予阮，因为阮仰望你。求你照你的信息来款待阮，因为阮单单属于你。主啊，阮的心神平素听候你，因为你是阮的帮站，阮的顶牌。主啊，愿你的慈爱施落予阮，因为阮仰望你。愿你帮赞，予阮通踮伫你的疼来保守家己，仰望主你的怜悯，直到阮得到永远的活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永远要看顾今仔敬畏伊的人，也要用伊的慈爱来施落，予咱每一位仰望伊的人。愿主时刻甲你三角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